把影片标题复制，可以贴到那个频道的播放社群贴文，然后点按连接，先按右下角媒体库，然后右上角标志图，频道的那个 logo 啦，标志图，然后按社群贴文哦，贴上去了啊。关键字词前面有加井字哦，然后发布贴文以后有超连结，按国旗，超连结，你看哦，这么多相关内容呢，很快就可以找到这个影片资料库。